逆向思維的話，他說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名好的醫生，還拿我跟愛迪生比。而且他爸挨了我那麼多針，還極力的挽留我，不讓我走。你們猜這是為什麼呀？靜靜，都3個小時了，你快吃饭吧，一会儿晚餐的客人都要来了。真相只有一个。你吃不吃啊？不吃我收了。你看你，怪不得你没谈过恋爱，这恋爱嗅觉也太差了。这不明摆着的吗？他对我有好感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我给你把菜热热吧。他就那么帅气的拉开了帘子。大哥，你不会这么绝情吧？那家店不是那个谁，那个说累了吧？快吃吧。对不起啊，刚才只顧着自己說，都沒有考慮你的感受。哎，對了，最近店裡情況怎麼樣啊？反正現在也想不了那麼多了，過一天算一天唄。快吃吧。喂。这位先生，哎，刘儿，不识节来事，继续走。走。对不起，我們打烊了。來者是客，卻把客人拒之門外，不拿顧客當上帝。